想要来讲这个小宝宝的副食品，真侪爸爸妈妈会选择米饼这种米制品。小机会今年的7月，抽验卖场价无营养品贩卖婴幼儿米制副食品，20件有4件重金属高超过标准。小机会是担心讲，这个米饼若是用台湾米来做的，安尼是不是代表台湾种植的水质甲土壤受到污染咯？还未发出去的是，副食品是囡仔上爱食的物件。敢讲即马已经走味啊！小机会今年7月份抽验市面上所卖20件米做的红颜副食品，以台湾标准重金属加含量0.04 ppm， 有4件重金属超过标准是0.05到0.3之间。有宜丰糙米糊、二加黄米饼、三粒的米饼，出名的王阿营养米饼嘛有。它是来自于台湾地区本地的产品，台湾。它用的米如果是台湾地区出产的话，台湾在生产这些稻米原料的时候啊，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，把它转换成我们各种的这种食品，那是不是带进了我们的食物链？我们完全100%都是用台湾在地米。那我们用的米是台湾米还是进口米？台湾的。可是花改厂没有验格这个东西，可是验土它是未检出啊。那是台湾制的商品，是不是？台湾制的。三粒米饼表示讲，伊这是一般的食品，别再用红颜食品标准来看伊。长期重金属加过量会去伤害到幼子。业者听讲，连用正港的台湾米拢被验出重金属加超过标准，惊一条。大家更加烦恼的是，这个囡仔唔知食偌济气啊。但重要是重金属一旦进去，可能它要出来比较不容易。它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整，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话，就是说它对它的智力的这个影响，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因为你只要去改变你的这个饮食习惯，避开这些就好了。红颜食品爱甲食药署查验登记，并且有特定标示。食药署表示讲，初步用系统来搜寻，超过标准的这4款拢无许可资料，拢唔是红颜的食品。小机会建议大人要保护囡仔食米制副食品，上好排除爱分散，唔通干那食高味。